各位觀眾好，歡迎收看本期視頻。2026年74歲 TVB 御用阿媽程可為作客訪談節目，首次公開一段爭啲斷送性命嘅驚魂經歷。鏡頭前一身翡翠珠寶、笑意溫和嘅佢，講起咳血嘅嗰一刻，眼底藏不住後怕同孤身一人嘅酸楚，撕開咗旁人睇唔到嘅晚年孤苦底色。嗰年換季風寒，程可為只係普通感冒，起初借流鼻涕、乾咳。常年獨居嘅佢早已經習慣凡事自己孭，懶得麻煩親友，獨自去藥房買傷風素，諗住靜養幾日就可以好轉。但咳嗽一日重過一日，每到深夜瞓低就止唔住咳，連續10幾日徹夜難眠，胸腔持續撕裂咁刺痛。佢依然死頂住打理房產，抽時間入劇組拍戲，唔肯停低手中嘅瑣事。變故發生喺一個清晨，佢瞓醒坐起身，一陣劇烈嘅咳嗽襲來，攞紙巾揞住個口鼻，攤開嘅時候滿紙刺目鮮血。嗰一刻程可為成身發冷，腦海入邊第一時間浮現癌症2字。咁大間屋入邊只有佢一個人，冇伴侶，冇仔女，連個第一時間可以攙扶陪伴就醫嘅至親都冇。放亂假只能夠自己收拾證件，獨自打車趕往醫院急診。初診拍片，醫生只係簡單告知肺部冇明顯腫塊，開咗啲止咳藥等佢返屋企休養。緊繃嘅心稍微放鬆，點知隔日醫院緊急來電，勒令佢立刻復診。進一步細緻檢查後，醫生道出害人真相：佢嘅肺部天生生出咗一條罕見嘅增生血管，粗如牙籤，枝蔓般遍佈細小分支，全香港同類病例屈指可數。醫生嚴肅警告：呢條血管一旦顱內充血爆裂，血液會瞬間堵塞肺部，短短數分鐘內就可以奪走性命，冇搶救緩衝嘅時間。生死關頭，旁人身邊有愛人仔女奔走照料，程可為全程孤身一人辦理轉診預約手術。佢冇絲毫嘅退路，只能夠冷靜咁幫自己安排住院事宜，獨自面對未知風險。手術前麻醉選擇，佢出人意料咁拒絕全麻，堅持局部麻醉，甚至要求醫護喺床尾架設屏幕，全程清醒觀看3粒鐘嘅微創手術，親眼望住醫生封堵嗰一根致命嘅血管。手術全程身邊冇家人守候，只有護士偶爾答話緩解佢嘅緊張。漫長3粒鐘，佢獨自直面自己嘅生死關卡。術後休養階段更係道盡淒涼。獨居大宅，空曠冷清，出院後無人貼身照料飲食起居，煮飯換藥收拾家務全部親力親為。夜晚黑咳嗽復發，心口隱隱作痛，想揾人講下說話緩解恐懼，抄片通訊錄，最終亦只係唔願意打擾忙碌嘅老友，獨自捱過長夜。呢場大病令到佢徹底睇清，縱然手握半億物業，一身名貴珠寶，病痛襲來嘅時候，金錢填補唔到無人相伴嘅孤寂。戲入邊演過上百次兒孫繞膝嘅圓滿，現實入邊佢只能夠獨自同病痛對抗。外人總係羨慕程可為經濟獨立、自在瀟灑，卻少有人知道佢終身不婚、無兒無女嘅選擇，藏住童年原生家庭留低嘅傷痕。兩段刻骨銘心嘅戀情，最終都因為佢對婚姻嘅恐懼潦草收場，兜兜轉轉，終究只剩翻自己一人。程可為原名楊連貴，出身經商富足家庭，可父親擁有多位太太，大宅之內幾房姨太常年爭執不休，父母更加係日日爭吵，雞毛蒜皮嘅矛盾，婚姻入邊嘅算計同內耗，從細刻進咗佢嘅記憶。佢親眼目睹媽媽困喺婚姻嘅牢籠入邊受盡委屈，年幼時就暗下決心，絕不踏入婚姻，唔願意復刻母親痛苦嘅一生。青年時期考入 TVB 第1期藝員訓練班，同期學員許紹雄、呂有慧紛紛成家立業，外形溫婉大氣嘅程可為不乏追求者。兩段圈外戀情曾經令到佢短暫動搖。第一任男友性格穩重，交往多年後主動求婚，承諾俾佢安穩嘅家庭。但一諗到婚後柴米油鹽嘅爭執、家庭拉扯，童年陰影瞬間湧上心頭，佢思慮再三，狠心拒絕對方，坦言自己無法勝任妻子嘅角色，唔願意拖累彼此，和平斬斷情愫。第二段戀情更加長久，男方包容佢拍戲忙碌，常年作息顛倒，體諒佢驚婚姻嘅心結，甚至提出無需登記結婚，兩人相伴搭伙養老。但相處越耐，程可為就越清楚自己骨子裏嘅孤僻，
習慣獨來獨往，頂唔上兩個人生活嘅束縛，驚日久生厭，互相消耗，再三斟酌後，再次推開真心待佢嘅人。兩段感情，兩段求婚，佢全部婉拒，主動斬斷所有走向家庭嘅可能性。從此再都冇開啟新戀情，一世都冇緋聞，感情世界乾淨卻寡淡荒蕪。圈內好友陳嘉怡、林建明、李琳琳多次勸說，年過50後勸佢揾翻個伴相互扶持。晚年病咗嘅時候有人照料，亦有人提議領養仔女，老咗有仔女承歡膝下，但全部都被佢婉言謝絕。佢坦言，與其勉強湊合一段將就嘅感情，晚年互相埋怨，不如孤身一人自在。年輕嘅時候有事業有憧憬，呢份獨身嘅底氣尚可支撐，但年過七旬，歷經咳血生死危機後，佢先至悄悄流露遺憾。戲入邊演遍慈母賢妻，體會過合家團圓，現實卻從未擁有分毫溫暖。情路走到底，只剩翻孤身一人。當年 TVB 鼎盛時期，佢係力捧小花，民間傳奇擔綱女主，後來轉型甘草演員，《宮心計》蔡上宮，陳小春版《鹿鼎記》太后，無數劇集主角母親，熒幕上兒孫滿堂，結局圓滿。鏡頭一關，返到空溜溜嘅獨棟住宅，冇熱飯等候，冇家人閒談，兩段感情無疾而終，冇愛人，冇血脈仔女，偌大嘅身家，身後只能夠託付兄弟姊妹。呢份孤獨係財富無法消解嘅終身遺憾。感情無依，事業曾經係程可為唯一嘅精神寄託，但步入晚年， TVB 合約調整帶嚟嘅落差，再度加重咗佢嘅孤苦與心酸。本身為電視城付出，到老卻有一種被拋棄嘅落寞。1972年，程可為成為 TVB 首屆訓練班學員，係無線初代元老，早期巔峰期穩坐一線花旦位置，劇集邀約不斷。1984年，佢選擇移民加拿大，專行地產經紀，憑獨到眼光購入多套房產，打拼14年積落嚟豐厚家底，手握多套物業，被圈內稱作隱形富婆。1996年加拿大樓市低迷，佢回港探親，意外發現當年離港嘅時候係停薪留職合約，順勢重返 TVB 拍戲，呢一留就係近30年，身家熒幕半個世紀，見證無線從黃金時代走向落寞。數十年間，佢全年無休紮根劇組，試過一日連開4個廠，捱夜連拍導致內分泌失調，右眼突起。上年超負荷拍戲，落低咗肺部底子差嘅病根，亦係呢一次咳血爭啲喪命嘅誘因之一。無論戲份輕重，正派慈母、心機長輩、豪門太后，佢都全力以赴。萬千星輝頒獎典禮多次提名最佳女配角，係觀眾公認嘅御用阿媽，承載幾代港劇觀眾嘅回憶。但係2021年 TVB 大規模調整藝人合約，程可為從長期全職底薪合約改簽冇底薪1年1 show 部頭合約，只有拍戲先有酬勞，冇戲時期零收入。呢個變動狠狠打擊咗佢。受訪時直言，嗰種心酸如同被伴侶拋棄，好似經歷咗一場無聲嘅離婚。簽完合約行出電視城停車場，佢獨自一個人落淚。幾十年忠心付出，到老卻失去穩定保障，心入邊滿是委屈與落差。如今74歲，佢依然唔肯徹底退休，只要劇組邀約就準時入組，唔係缺錢謀生，而係咁大嘅獨居屋太過難清。拍戲嘅時候，劇組熱熱鬧鬧，能夠短暫填補獨處嘅空洞。片場殺科後，其他演員結伴返屋企同家人團聚，只有佢獨自收拾道具，打車返空溜溜間屋。旁人拍戲係兼顧家庭與事業，佢拍戲只係為咗逃避獨居嘅孤寂。為人睇佢穿戴翡翠鑽石，出入福臨門高端酒樓，手握半億房產，日子富貴無憂。但光鮮表象之下，係無人共享榮華嘅淒涼。房產租金豐厚，珠寶首飾琳琅滿目，但逢年過節，大宅只有佢一個人，年夜飯只可以約老友外出聚餐。屋企冇煙火氣，再多財富，冇人分享就失去意義。佢早已經立下遺囑，名下所有房產、積蓄、珠寶藏品，身後全數留俾兄弟姊妹，無兒無女，畢生打拼嘅一切，終究冇直係血脈承接，係藏不住嘅心酸。
好啦，今日嘅節目就到呢度。如果你鍾意本期視頻，歡迎點讚訂閱，我哋下期再見。